最有趣一個派對解散了，36都已睡覺了，這吊燈也快要衰竭了，花樽跟花要分開了，煙灰跟煙要分開了，靜得可怕，我這一刻有點焦慮，紛爭慢得可怕，你這一刻會否恐懼？12時兩個人稱一對，這一刻需要是愛侶。12時兩個人稱一對，請安心棲身這堡壘。這世界通訊快要中斷了，高級的商店疲倦了，這個客跟這個客失散了，跑車都拋棄舊吊橋，最刺眼煙花終於消散了，擠塞的交通鬆綁了，我怕我這收音機不廣播了，靜到我怕聽到自己心跳，靜到我怕聽到自己心跳，靜得可怕，我這一刻有點焦慮，紛爭慢得可怕，你這一刻會否恐懼？12時兩個人稱一對，這一刻需要是愛侶。12時兩個人稱一對，請安心棲身這堡壘。怕看到鋼線快要蒸發了，這分鐘擁抱極致需要。你與我不要再次失散了，中心的燈塔熄燈了，歸家的公車休息了，靜得可怕，我這一刻有點焦慮，紛爭慢得可怕，你這一刻會否恐懼？都市關燈了，有點空虛，要一起睡，地上不見路人，有點孤單，要一起睡。12時兩個人稱一對，這一刻需要是愛侶。12時兩個人稱一對，這一刻需要熱吻誰？12時兩個人稱一對，這一刻請你別告退。12時兩個人稱一對，請安心棲身這堡壘。這一刻不必走出去，這一生不必走出去。